来关心游览的问题，南北韩即马关系真紧张，敢会影响到这个台湾人去南韩游览？旅行社业者讲，一般拢是以咱个外交部伊的警示灯号为标准，若是讲变成这个感觉色灯号，也是红灯，都有可能会依照这个取消行程。因过这个消息一个出来，你若讲即摆人客想要取消，已经定好行程，恐惊这个团费袂当全部拢退互你，反倒讲会因此呢引发纠纷。业者嘛讲，一般外交部若发布这个灯号，无论讲是感觉色还是红灯的，这个拢爱经过交通部、观光署等等主管机关，伊反映的时间本来就会较久。这个画面让观众挡袂住留下感动的目屎。韩国戏剧《雷之女王》拍破收视纪录，嘛吸引到台湾人想要去南韩佚佗，要行一摆啊白仙游甲红海钱行过路。在南韩的观光景点走行程，这对台湾旅客来讲无青分。甚至因为机票较少，加上韩国戏剧的关系，和南韩的旅游会当讲是几年拢无少过。是讲北韩呛讲要强强南韩的外交人员，直属南韩各位驻外领事馆升级境界，这敢会影响到台湾人出去耍的行程呢？事情新闻一出来以后，我要去这个地方，那个旅客一定先决反应说，那我可不可以取消或是延期？那这样的情况会造成所谓旅游纠纷，就会从这个可能屏保最近又开始会陆陆续续做接待这种问题。海南还发出警戒的时候，说句实在话，我们的外交部啊，也不能不了解一下。外交部的警示灯号虽然无强制力，要阁会当当作判断的依据。外交部的警示灯号分做4个等级，那灯号变做感觉色也是红色，都爱注意。那目前南韩是普色的警示。是讲外交部的灯号，若是变作感觉色，也是红色，都要经过主管机关交通部，由观光署向旅行社呼吁减少前往。民航局是通知航空公司爱特别注意，这来往的过程需要较侪时间，旅行社嘛有应变的方法。不管各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，或是灾难，或是说疾病的问题，那会有个现象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 local， 当地的那些旅行社通常会我就打电话去问一下，你们现在韩国怎么样？目前南北韩的情势也未真正影响到游客。旅行社的业者讲，照较早经验来看，暂时未因为安尼减少台湾去韩国旅游的趋势。旅行社嘛希望主管机关爱特别注意国际局势，较未发生旅游的纠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